从建交36年以来，那不但是各项的合作计划在进行，当然也在祖国上上下下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除了政坛的精英之外，当然也包括了广大的所罗门的民众。所以您刚刚提到报告的结果以及它的内容，当然在没有看到真正内容之前，在这边不方便做内容的揣测。虽然如同您所讲的，在祖国当地或者是在一些的媒体上，还有过一些的说法，还有一些的陈述，但是不管无论如何，报告本身只是刚刚跟您说明的，就是所罗门它内部程序的一个部分，它应该不是唯一的，也不会是最后的。其实所有的事情归结到底，我们还是要看刚刚各位提到的基本面。那我们相信，大多数的所罗门的政要，包括国会议员以及广大的所罗门的人民民众，其实是支持台所关系的进行。那就是，其实针对台所关系，经过这一阵子来的发展演变其实在最近看到几个迹象，或者可以提出来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首先就是在上个月，也就是8月初的时候，在我们台北办了一个亚太国会议员联合会的国际会议，那是由所罗门的国会议长率领的议员团到台北来出席会议。那紧接着在8月中的时候，在我们的另外一个邦交国图瓦卢也举办了一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年会。那外交部的部长也率团前往出席，在出席年会的期间，也和所罗门的总理以及外长有过非常好的互动，双方也签署了互免签证的协定。那到了上个月底的时候，那也有15位的所罗门的国会议员，包括了大多数的部长，也发表了一个声明，支持台所的关系。所以报告本身它只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到最近这一阵子的一些发展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对台所的关系和邦谊，我们觉得是朝着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向发展。至于说后续它要怎么样的，报告本身要怎么样的演变，或者会有什么后续的动作，当然还有待事实的发展，才能够进一步的有一个清晰的面貌。场合上面是正常的这个动作吗？还是说祖国在向台湾外交勒索？谢谢。我想跟邦交国的关系，包括和所罗门的关系在内，不是一个勒索，而是大家互相帮忙的关系，也就是台湾帮助邦交国，邦交国帮助台湾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所能够提供的帮助，刚刚已经跟您介绍了，其实是在就我们的长项方面，包括了农业，包括了医卫，包括了能力这个教育训练，以及包括了洁净能源等等方面，我们对于我们的邦交国施予他们所需要的一些协助。当然反过来，邦交国如大家所知道的，也在很多的国际场合来为我们台湾发声，来为我们台湾仗义执言。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互利互荣的关系可能不是用这种很单纯的利害导向的方式，可以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形容。